好嚟一起步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嘅馬咁啊，見到外邊位置係順善寶嚟嘅，埋線寶啊！內欄第5藍衫仲有長龍區啦，中間第6咧就精選激流啊！後邊個5匹馬大快步啦，醒目先驅尾4啦，再後邊嘅馬內欄長勝威龍6三白帽，大約尾二都仲有糖不甩啊！拱埋嗰隻灰馬咧就前程萬里出去㗎啦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大將雕神啊，內欄6三中檔天天更好上咗啲㗎啦，跟住天天更好後邊呢，仲有藍帽嗰隻就長龍區。外邊冚嘅嘛，有獨步天下啦，出邊追上嚟仲有順善寶啊，大外檔係糖不甩啊，馬林中間精算激流揾緊威，入邊醒目先驅冇位啊，最後200米外邊糖不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入邊嘅馬呢仲有天天更好啊，內欄追呢仲有長龍區，中間醒目先驅揾到位上緊嚟，中檔仲有精算激流，接近終點糖不甩外邊呢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醒目先驅一路響入邊塞車。打開咗咧，衝勢都好勁噶。精算激流就似乎係跑第3馬，結果外邊一鼓作氣冚上嚟，呢隻糖不甩咁啊率先衝線啊！醒目先驅好似揾位追上嚟跑第2，精算。